欢迎收看《大世界》，我是阿明詹贵民。今日的节目有国际嘛关乎到咱台湾吼。过去咱咧讲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言，拢受到国语政策的压迫啦吼。母语会当讲是完全断根吼，咱的母语喙齿嘛，互人挂了了。甲母语喙齿要接倒转来，这个手术也在进行，但是咱讲哦，这个手术过程实在是有影艰难吼。不过咱就看到国际上，尤其伫咧对抗内蒙古自治区吼，真正是有影团结来对抗这个中共这个语言政策吼。咱讲过去内蒙古吼，家己有语言，但是中共这个命令一出现，哇不得了！自这学期开始哦，要来设这个国家通编汉语的这个教材，蒙古人吼过去当用蒙古语来教一寡科学、教数学，即阵拢爱改去啦吼。咱嘛来看讲吼，爱使用这个国家通编的语文教材工课啦吼。咱嘛看到这就是因这个命令吼一出来，哇，你就要开始逐工逐日拢起来做报告啦吼。即阵咱嘛看到讲，这个内蒙古已经爆发着咱讲自治区以来哦73年以来上大这个抗争啦吼。这个抗争唔有这个学生啊吼罢课，学生啊这个家长也是讲教师吼嘛做伙来去抗议啦吼。另外，咱嘛来看到讲，是安怎中共伫即阵会来设这个政策吼，可能是中共惊2025年有一个大改变。这个改变是啥物？咱嘛做伙来看吼。这个比如蒙古国吼总统这个巴铁多拉吉啦吼，伫咧2月时阵，迄当阵武汉肺炎疫情也咧传时阵，去甲习近平来去见面哈。要讲啥？可能就该讲到讲，这个语言政策有淡薄要来转变啦吼。那么讲因讲的是这个蒙古语啦吼，但是因使用这个文字书写其实是无共款的吼。啊，今年伊这个隔离了14天，就随同过着这个蒙古文字国家大功啦吼。2025年啦，迄当阵就要开始来使用新的这个蒙古文吼，恢复着传统，要来用着这个恢复式的这个蒙古文。有人就咧讲吼，是毋是内蒙古会安尼来接近啦吼，甲这个蒙古国吼心连心啦吼，做伙来去杀一寡这个蒙古独立的这个运动。所以习近平伫咧遮吼是真惊吓吼。啊，不过咱嘛看到讲，中共是安即回会杀这个政策啦吼，咱嘛讲到过去。这个蒙古吼，甲北京这个位置啦吼，实在非常近。但是北京你真正是建蒙袂记哩吼，记伫真界歹吗？过去都有真侪抗争的这个历史，尤其1967年吼，有人讲这个是内蒙古这个人民革命党吼，都有这个肃清这个运动啦吼。那么看到时间就伫10年文革这个期间吼。差不多有30外人受害啦吼，迄当阵嘛真大的这个抗议甲抗争。另外咧，伫咧1981年28号文件，这是咧讲啥？袂当阻挡着中国流向着这个内蒙古这个无计划移民啊。这句咧讲啥？这句就是简单讲吼，就是咧汉化，要遮的咱讲内蒙古遮这个民族啦吼。啊，另外来讲，内蒙古袂使成立这个高一个吼由蒙古族组成的文化甲学术的团体啦。就是讲，我真正就是中共要甲你控制哦，好势。控制好调啦吼，但是这看拢引发着真大的抗争，啊，甲这回就是第3摆吼，这回爱安怎个继续演变落去？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这部电视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政治大学大史所副教授李福忠，主持人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到资深评论员林宝华，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到台语正常化联盟召集人柯慧莹，毛毛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是啦，咱想要来请教老师啦吼，咱看到这回会引发到这么大的这个争议啦吼，真正是2025年吼，这一个改变吼，这个文字可能这个内蒙古也好啊，这个自治区也好，啊，甲这个蒙古国可能有这个独立吼，两个心连心砍起来可能吗？我的想法是安那哦，是但902年时吼，中国你拍拼伊的迄个改革开放吼，啊，一直到这个2012年8年前，习近平上台，啊，习近平伊的迄个伊对这个伊的统治的政策吼，有产生真大危机感。就是讲。当然啦，咱伫台湾，也是讲世界其他国家吼，你有当时会感觉足奇怪，就讲无代无志那，即个北京的领导人啊，突然煞变甲做严格啦吼，也是讲政策煞变甲拢做硬斗安尼。是啊，
咱伫外口其实看无啥有，毋过当然啦，咱若要了解北京吼，有当时啊，你就爱徛伫因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哦，比如讲，咱知影讲中国的一寡迄个咱讲迄个伊的迄个边疆地区吼，边疆地区。包括西藏，当然，这个西藏有的人是较爱念做吐蕃啦吼，铁北，啊了就是这个新疆哦，新疆哦，了内蒙古哦，了这个当然南边就是香港啦吼。我感觉讲北京的领导人吼，尤其习近平本人。最近这几年，伊应该是来，这当然是咱的分析啊吼。伊是安来突然变到遮掠讲吼，这内底一定有啥物原因嘛？我的分析是讲，我认为讲伊感觉讲这几年有危机，这个危机，比如讲铁北的外口就是印度嘛。咱知影讲最近印度甲中国关系哇，迄实在是两边开始请拼。搁开枪啊！是无较开枪，毋过上无关岛拢摕出来啊。啊，琅琊榜嘛摕出来，啊，香港过去伊过去百几年拢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是。啊，兴下中共20几年，毋过我讲实在话，我感觉北京有一寡迄个伤过急啊啦，伤过头急啦吼，伤过急啦。其实你继续90年代迄个咱讲的怀柔的迄个政策吼，无的确香港人上济都是摕雨伞上街头安尼尔嘛，啊，毋过我是感觉习近平伊伤急啊，伊就急要较紧甲香港吼的局势怎控制落。但是控制无好势。控制你敢知有当时你打愈硬吼，你打愈硬啊，香港人的反抗就愈硬嘛吼。就是咱看到这个习近平一直咧开战场啦吼，香港还未处理好势，即阵又搁换这个内蒙古这个地区啦吼。尤其咱头段嘛介绍过吼，咱讲伫1967年代、甲1981年代吼，拢有这个事件来发生。现即阵尤其要来搁继续来去推啦吼。咱继续来看到新闻片段，就是讲内蒙古即阵抗议的情形到底是安怎？先做来看。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外交部大门头前，8月30日有10几位示威者拿着直写的传统蒙古文抗议标牌，表达对内蒙古族人反对中文汉语教学的支持。抗议标语写着：反对中国的压迫政策，莫放弃咱的领土，阮支持内蒙兄弟保护家己的文化。Тэр олон одоо түмэн хүн дунд цөөхөн байгаа тэр бидний ахын дүүс өнөөдөр яаж мундаг тэмцэж байна. Тэднийг одоо бид нар үнэхээр одоо хайрлж дэмжихээс өөр аргагүй. Магадгүй тэр хүмүүс маань аюул тулгарахгүй гэхээс үнэхээр хайж байна. Гэхдээ тэгүүлэхгүй төлөө одоо ахын дүүс чинь энд байгаа шүү гэж хэлмээр байна. 以前拢正常发生街头暴动嘅内蒙古，这几天真无平静，有几个城市上千上万的家长甲学生，伫咧大批公安的主动下，伫咧街头进行示威，也有真侪民众以签名联署的方式表达因对新课程的不满。美国出资赞助的自由亚洲电台相关的报道讲，通辽市的警民冲突过程，有一位中学生伫咧学校跳楼身亡。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伫咧9月7日开学前4天，下令各中小学的文学、政治、历史课程全部拢爱自蒙古文改做由中文汉语教学。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人数只敢若4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6%。在过去几60年来，当地少数民族的学校一直拢实行汉文、中文并用的双语教学，有一寡甚至国家英文甲汉文。Өнөөдрийн цаанаас зорин ирсэн шалтгаан нь одоо дэлхийн монголчууд тийм ээ. Өвөр Монгол, Тува, Бурай, Талмиг, Якут, Дээд Монгол, Хазар Монгол нийтдээ 8 Монгол байгаа. Энэ Монгол аймагуд дундаас цор ганц босоо монгол хүчийг язгуурын хил өгчлийг авч байгаа үлдсэн одоо энэ улс бол Өвөр Монгол байгаа. Тэгээд Өвөр Монголын одоо энэ хил соёлыг ерөнхий боловсролын сургуулийн программаас нь хасч мөн дээрээс нь одоо олон одоо энэ дэлхийд дарахсан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игдүүслийг хүргэж байгаа энэ байдалд бол одоо内蒙古也是全世界即马唯一个伫咧使用传统蒙古文的地区。外蒙古也就是蒙古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即马是使用俄文的字母拼音的西里尔蒙文。流亡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的主席特木齐勒图讲，中国强行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实行汉语加汉文化，是伫咧进行文化灭绝。босоо монгол хүчиг өөрөө нэгдсэн үндэсний байгууллагад орсон биш байхгүй Монгол туурахтны гэж орсон байдаг. Тэгэхээр энэ утгаараач тэр
өвөр монголчууд бол цаашдаа бас одоо энэ юуны дархлаа ер нь Монгол угсаатны дархлаагаа бас сургаанц хамгаалж удаж байгаа учраас энэ талаараа олон улсын давцанд гаргаж олон улсад цаашдаа бас энэ байр суурь эзлээсэй гэж хүсэж байгаа. 中國當局警告內蒙古人，賣透過社群媒體發聲，傳到微博、推特嘅反漢語教學活動嘅相關影片，亦攏全部攏被刷掉。內蒙嘅奈曼市一間學校嘅職員，甲英國廣播公司 BBC 講，學校一學期一般攏有1000多名學生，即嘛只個那40名學生來註冊，實際入學嘅只個那18人。學校已經派老師去家庭訪問，說服家長甲囡仔送去學校上課。記者綜合報導。是咱看到學生啊咧抗議，教師咧罷課啦吼，規個即個家長團體嘛攏動起來吼，真正就是看到講即回即個推殺落去，真正不得了。即個毋若是即個武義的即個斷去啦吼，還是講吼真正互漢化去。另外咱嘛看到講蒙古國佇咧吼，甲因吼雖然吼有即個過去已經獨立啊吼，但是咱看到即陣。嘛幫這個自治區來去講話啦吼，真正是心連心啦吼。另外，咱要繼續來請教寶華大哥啦吼，咱這陣都用華語來給伊訪問一下啦吼。寶華大哥，你也寫了不少這個評論啦吼，我們看到這回蒙古這個自治區啦吼，有這樣子的一個抗議，那在我們蒙古國也做了一些聲援啦吼，真的有可能心連心嗎？拍謝啊，我不要講台語啊。那個這事情的發生啊，其實今年年初啊。今年2月27號，那個蒙古國的總統啊，巴特圖勒卡已經到北京訪問，但是沒有宣布到底這個訪問的目的是什麼。OK， 他是2月27號到29號回到蒙古國，然後隔離14天，因為當時武漢肺炎正好肆虐的時候，他一解除隔離以後。蒙古國的那個大呼拉爾就是國會啊，就立刻通過一個決議，就是恢復那個蒙古國的恢復的蒙古文字，因為蒙古文字從蒙古那個獨立以後是沿用蘇聯的那個俄羅斯那個斯拉夫文字的系統來拼音的，然後這次就是這個總統就執政以後。這個就開始就是說，從3月中旬就宣布，要經過5年恢復那個原來傳統的回復的文字。他應該來跟習近平等於打一聲招呼啊。省得習近平有太多的想法。這是一個很善意的行動。OK， 但是沒有想到，他這個善意打招呼，而且送了3萬頭羊送給習近平，結果反而惹起習近平的。不反感，等於是背信棄義啊！他是13億，結果習近平就反而是倒打一耙，就是你們是恢復這個蒙古傳統文字，而我在內蒙就要消滅你們的傳統文字，就完全跟他走相反道路。但一種認為是擔心那個，就擔心內蒙跟蒙古國將來能夠結合起來，能夠結合起來。但是也可以理解，就是說，因為這個內蒙跟蒙古國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一般來講，個國家它的民族的人口應該多過在其他國家它的少數民族的人口，但是呢，這個蒙古族在內蒙的蒙古族有近600萬人，但是在蒙古國的蒙古族的人口才300多萬，所以呢，我認為習近平他可能另外一個想法就是，他如果僅僅要消滅這個蒙古族的文化，消滅蒙古族。他並不能消滅外面的蒙古國，OK， 所以他要徹底消滅的話，他就必須要把連蒙古國都一起消滅。那麼根據內部的，我聽說中國內部有一個研究，要消滅一個種族啊，首先消滅它的語言。OK， 如果消滅它的語言3代，大概3代以後，這個族就滅亡，就不存在了。OK， 那我自己是一個很特殊的感受啊。因為我自己我父親是廈門人，野蠻人啊，但是我自己廈門話完全不會講，這點我這個第2代就已經是漢化了。我媽媽是蒙古族，但是蒙古族跟布爾基特氏，他是跟那個滿族也通婚的了，是正黃旗的。但到我媽媽這一代，他連滿
满洲话也不会讲，蒙古话也不会讲，那当然不可能再传到我这边。OK， 所以等于我本人已经是在语言上我已经彻底汉化了。所以宝华大哥哈，宝华这个大兄哈，伊是讲到伊家己这个过去的这个亲身的这个经验，爸爸是这个厦门人，但是厦门话袂晓讲哈，这个闽南语嘛袂晓讲哈。另外就是讲妈妈这部分是这个蒙古族的这个人啦哈，这个人啦哈，但是这个部分语言这个嘛会当讲是断紧去啦哈。但是头拄仔咱嘛讲到。这个蒙古国吼，甲这个内蒙古这个自治区啦吼，这回咱来看到就是讲因这个语言真正是无共款吼，语言伫倒位无共款，语言讲的话差不多是要相像，但是因使用这个文字是无共款啦。咱嘛有整理着这张图表，爱先带大家来做回来了解一下吼。头拄仔咱一直讲到这个蒙古国吼，伫咧2025年要全面恢复着使用着，咱讲。恢复式这个蒙古文，大家观众朋友都真摇伊啊！啥啊？蒙古国吼，2025年要恢复这个使用这个传统式这个蒙古文，会引发着这个咱讲自治区啦吼，就是内蒙古，才这个一寡争议。咱来看到这个文字到底有啥物无共款吼？咱看这个文字，这就是传统的这个蒙古文吼，迄当阵就是成吉思汗吼，这个1204年这个下令创作的吼，用到这个恢复字母做书写符号了，咱就讲伊是传统的这个蒙古文。另外咧，新的蒙古文是啥物时阵开始的？1941年，头拄仔咱一直讲到俄罗斯吼，迄当阵吼有这个斯拉夫这个字母啦吼来做基础，所创作的这个吼做新蒙文然后新版的这个蒙古文，内蒙古咧一直是使用这个传统的蒙古文，蒙古国咧自1946年开始使用新蒙文作为咱讲的这个官方语言语文，但是和内蒙古自治区一直拢有这个官方文书的这个往来拢是使用着传统的这个蒙古文。伫咧2025年，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迄当阵这个蒙古国的总统去看习近平了后，哇，这一个消息一出去，3月时阵，我甲你通过，因要恢复着这个传统式的这个蒙古文，哇，就引发着真侪这个讨论啦吼。另外一张图，咱等下来讲啦吼，但是要先请教着某某啦吼，咱看到哇，有个人是真意爱啦吼，真有心伫咧这个传统的这个语文，咱看到蒙古国是安尼做。但是甲习近平这个内蒙古自治区，伊都要甲消灭。这过去的历史，甲咱台湾是毋相像？就看到这个新闻，我毋知影咱观众朋友甲我有同款的感受无啦？看到这个新闻，我一方面是感觉讲哇，这中国那一直拢咧舞这招，一方面是感觉真悲哀啦。另外一方面。感觉有淡薄仔新鲜，你知无？因为咱看到讲哇，人迄蒙古人上无，咱看到伊个少年的学生囡仔，因个家长，大家拢出来，拢来冲，拢表示因反对。当然，这伫咧中国内面非常的危险嘛。咱看到中国政府一定咧甲因甲镇压，对无？但是你反倒倒来看咱台湾好啊。咱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咱这个本土语言，到即阵，咱都知影讲流失甲真多去啊。咱看到咱的新的一代，咱的少年人，因对这个咱的本土语言的这个看法是啥？咱真侪民间真侪人，即摆咧推销咱的本土语言，但是定定拢会互一寡少年辈，用一句话就甲你拍去边啊，伊就讲听有就好啊，这个语言就是会当沟通就好啊，我相信即回的这个蒙古因即寡代志，这个新闻呢，真正甲大家献喙皮。OK。若是讲真正沟通就会使啊，安尼为什么这蒙古人因要遮尔啊大力要出来？保护因家己的语言，就表示讲语言确实伊是文化的载体，所以讲你语言失去啊，真正你是啥物人，你就已经毋是即种人啊。所以讲，我感觉即边的即个新闻互大家一个足大即个反省。当然，拄仔主持人讲，虽然讲即马这是蒙古即马当咧发生的代志，但是大家毋通袂记的，伫咧70年前，搁较早以前，同款的代志。确实就是发生伫咱台湾，毋知大家有想到无啦？所以讲，咱台湾的语言其实已经经过即款的代志，只是讲真无彩，咱迄阵可能爱关心的代志伤多啊啦，爱抗议的代志伤多，所以
大家无迄个意识，吼，所以讲咱即马台湾的母语，包括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真正拢已经拍伫咧涂骹，这是真悲哀的代志。拢拍伫咧涂骹啦，但是咱看到即个蒙古自治区的人，也是讲即个蒙古国，因会当做伙来去声援，做伙来去抗议，真正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吼。台语人吼，也是讲台湾人当时才要觉醒，咱等下再好好来讨论吼，继续要来请教即个教授啦。头拄咱嘛讲到即个语言的即个部分吼，传统的即个蒙古文甲现主时。咱嘛看到讲，即个有新蒙文哈，但是即本要甲搁恢复啊，但是即个汉语政策要搁甲推杀落去，其实拢是即个政治的即个影响吼。过去咱看到1206年，咱都有讲到即个成吉思汗吼，伊建立即个人类史上吼上大的即个面积上大的，就是咱讲大蒙古即个帝国啦吼，真正即个面积包含着。即阵真侪领土啦吼，另外咱继续来看讲，伫咧1921年哦，伫咧苏俄吼，迄当阵支持之下，外蒙古来独立。啊，1924年哦，建立即个蒙古人民共和国，然后伊是迄当阵世界上第2个共产国家啦吼。啊，但是豆豆咱来看讲，因即个自治区，也是讲即个蒙古国吼独立的即个过程，其实。变来变去，变化真济啦吼！啊，伫咱看到1947年内蒙古地区吼设立自治区啦吼，所以咱看到即个部分政治的变迁也好，还是讲吼文化上的即个往来也好啦吼，其实因也是搁维持着咱讲着即个传统的即个蒙古文的即个写法吼，但是即回语言也是讲文字的书写，即一个大转变去啦吼，嘛甲政治有影响呢？事实上吼，我想。观众朋友应该会当了解，蒙古国是早就独立吧 ？OK。为这个清国哦，咱知影咧清帝国嘛哈，清国结束了哦，啊蒙古就趁这个机会较紧独立，因为蒙古国这个贵族吼，因无认为讲因甲这个新成立的这个中华民国有啥物关系嘛？因为过去的历史上，蒙古的这贵族因是甲这个满族。哦，就是清帝国的这个领导者，因互相关系袂歹。是。不过，咱知影讲中华民国事实上是汉人，唔是满族啊，唔是满族啊，是汉人建立的。所以蒙古族就感觉讲啊，这跟阮无关系。所以蒙古族就谈1912，事实上1912年吼，就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时阵，蒙古国嘛宣布成立。啊，不过当然这个过程中就颠打啦，吼，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吼，迄阵是北洋政府啦吼，北洋政府就会去甲即个苏联，甲 Russia 甲 Russia 抗议。啊，蒙古因为伊做夹伫两个大国中间，哦，所以蒙古换了一站啊，伊换较姿势拍较低咧吼，换了有妥协，换了有退，是，所以毋过即个代志。上尾解决这个问题，上尾解决蒙古国上尾独立的，事实上是1945年，但这个德国要投降进程，有开这个苏联、美国甲英国，伫这个雅尔达这个所在开一个会。我想足侪人知影讲有一个雅尔达条约，也是讲雅尔达的协议啦，协议。啊，根据这个雅尔达的协议，美国、英国甲苏联拢承认战争结束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OK。受到这个压力之下，蒋介石的政府怎无话通讲啦？因为蒋介石的政府哦，迄阵1945年迄阵，伊一方面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是。第二方面，伊阁希望苏联会当加入战争，对日本宣战。是。所以蒋介石就只好啦，伊事实上蒋介石阁派因囝呢，派因囝去莫斯科吼，去莫斯科甲这个斯大林去谈判呢，结果上尾。片仔帮咧嘛，只好承认哦。蒋介石就承认说好啦，不安尼啦，互蒙古国来一届公投啦。恁全蒙古国几百万人，恁来公投，若恁公投过，我就中华民国就承认要独立啊。结果1945年的年底，日本已经投降啦，蒙古国就举行一届迄个公投，98%
98%战胜独立。所以中华民国就无话讲啊。迄阵中华民国佮派一个内政部的市长走去迄个即卖乌兰巴托，去遐干票嘛，干票，结果人公投就过啊，所以就宣布独立嘛。毋过当然啦，蒋介石政府来台湾了，1949年来台湾了，蒋介石佮反悔啊啦，伊讲无，我无承认，这是蒋介石的问题啊。所以1945年公投了。全世界大家拢承认讲当然包括中华民国啦，包括苏联啦，包括美国，所有的国家拢承认讲蒙古国就应该正确讲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嘛，所以这就是咱即摆知影的蒙古国的由来。毋过内蒙古内蒙古是另外一个代志，内蒙古一直拢受到中国的。应该讲控制啦，咱唔敢讲统治啦，毋过实在是控制。为清朝一直到中华民国时代，内蒙古一直受到中国的控制。所以内蒙古一直无法度脱离中国独立，一直到即摆也是安尼。这就是咱即摆知影讲，是安那蒙古族，咱拄啊宝华大哥有讲到啊，那个内蒙古顶多有500万蒙古人，人口搁比这个300万人的人较济，毋过我到伊一直，咱拄仔讲嘛，内蒙古为清朝一直到即个中华民国时代，甚至到蒋介石的政府到共产党的政府，内蒙古一直受到中国的控制，所以伊一直无法度去有独立的可能性。毋过即届我想拄仔宝华老师的分析是正确的，就是即个。蒙古国的总统，蒙古国的国会宣布讲要恢复传统的这个蒙古文，我想北京是惊到。OK， 伊真正惊讲内蒙古，怎变做甲蒙古国拄啊两边合作起来800万蒙古人怎宣布？所以我想北京是有惊到。所以唔管这个新疆有这个集中营这个问题，还是讲咧抗争的这个问题，还是讲铁背这个问题，另外佫开一个战场啦咱嘛讲到过去咱讲这个中国历史上蒙古一定是造成这个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直接，还是讲间接这个原因伫咧啦蒙古国其实拢有这个罗西亚、俄罗斯这个这个老大咧做一个靠山啦但是这回咱看到俄罗斯伫咧2018年的时阵，真正送军队啊这个装备也好啊，替蒙古训练真济这个军官来对抗中国拢有这个因素啦所以咱继续要来请教宝华大哥啦。我们刚才提到俄罗斯一直是蒙古的这个靠山那这个俄罗斯这个靠山，接下来会对中共有什么影响吗？因为俄罗斯本来因为蒙古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所以本来两个国家关系很好。但是因为这次它就非俄化了，把那个语言改变了以后，我想会影响俄罗斯跟蒙古的关系。已经脱离这个语言的使用了做，应该是他也有这样子的估计的。而且那个以前蒙古国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很落后的，苏联。但是是给很多帮助。后来这个民主化以后，俄罗斯自己的经济不行嘛，所以后来经济就比较差了。所以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他已经这个脱俄文的这个书写的这个系统了，那他还要去担忧什么吗？中国？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在少数民族里面，这个藏族跟维吾尔族跟共产党的关系比较紧张的，蒙古族是比较和缓的。蒙古族也有蒙古族的异议人士，主要是在环境保护上面，因为蒙古很多草原，因为中国的乱开发嘛，是把这个环境保护破坏掉，所以主要是局限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那个蒙古国的那个蒙古文在能够传下来是这个时间是比较保留长一点时间，但是呢，共产党跟蒙古人的跟蒙古族的矛盾其实也是蛮深的。那是因为那个文革的时候。发生一个内人党事件，是内人党事件，它的起因其实是什么呢？中共其实是一个汉人的政党，唯一的少数民族，在中央政治局里面，就是中共这个近100年以来，就一个政治局委员是少数民族，就是乌兰夫，乌兰夫就是蒙古族人，他是1925年就入党了，而且是开国的上将，而且在虎耀邦时代当过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
所以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嘛，所以跟蒙古族的矛盾也比较少。但是在文革初期的时候，乌兰夫是等于在中共高层里面是一个很早就被批斗的，他的罪名就是搞民主分裂，搞独立王国，但结果后来是周恩来出来把他保护啊，就不给他批斗，但是呢，下面的蒙古族大部分就是所谓内人党，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事件，那就是等于是大批的头是没有事情了，但下面的老百姓被杀害了，被迫害了，就给斗得一塌糊涂，就大概有当时内蒙古族大概有200万人吧，但是呢，就是大概被迫害的就大概就有30万，大概有一两成，一两成，其中被迫害致死的大概有1万多人，这个问题一直到那个虎耀邦时候给他平反的时候，说这个是一个是平反了，但是呢，他的主凶啊，他的主使这个事情的是一个叫滕海清，是蒙古禁区的司令员，但是就没有对他究责，所以这个问题上对蒙古人来讲，一直是这个永远之痛。一讲到蒙古跟中国的关系，就是大家都不会忘记这个是内人党事件，因为等于是蒙古族1成多人口，被迫害。其实这个报刊兄头拄也讲的，就是讲吼，这个内蒙古吼人民革命党吼过去这个一段历史啦吼，伫咧文革这个时间吼，差不多10当以来吼，36万去受到迫害吼，差不多1.6万外人吼是来死亡的吼。这就是讲过去这个蒙古国吼，甲这个中共之间吼恩怨怨吼，啊，即阵咱看到就是讲。咧强杀吼，咱讲2025年是蒙古国要来杀这个，咱讲恢复式这个传统的这个蒙古文吼，啊，即阵咱看到中国要伫自治区甲你杀啥，要甲你杀吼，这个汉语的这个教育吼。哦，伊虽然讲是商业教育，但是安尼一杀落真正不得了啦吼。因这个8月16日时阵，就看到这个内蒙古教育厅就发布，咱头第一张都冇看过啦吼。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吼，自这个学校，这个国校1年甲初中1年拢爱使用到这个统一编辑的这个语文教材14的这个部分啦吼。那么规定讲9月初1开始，就是已经开始啊啦吼，就是讲语文、政治也是讲历史啦吼。语文一直就是要甲你的这个语言吼，语言能力、书写系统拢甲你拍破。另外咧，政治方面你的这个认同吼，开始要有一寡改变啦吼。历史上过去你所遵循的这个蒙古的这个历史，自治区你应该有的这个历史，拢要甲你拍破。尤其要来用到这个汉语的这个教育方式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中国教育部已经统一编辑这个教材，就是要开始甲你洗脑啦吼。另外，就是爱用这个汉语的这个授课这个方式。啊，过去的学生啊，这个小学3年啊，才爱学这个学这个汉语啦吼。未来是自这个国校1年啊，都爱来去学啊吼。所以蒙古人真正，咱头拄也讲到，罢课也有啦吼，用着性命来去捍卫吼，这个部分嘛有啦吼。所以是真万名这个学生囡仔甲这个家长。发起着罢课甲抗议集会啦吼，拒绝送囡仔去学校，但是即阵中共佫开始出招啊，就是讲你遮的这个囡仔吼，也是讲你是官员的囡仔，你着先转来读册啦吼，啊若无我就是出去甲你掠。另外有300多名这内蒙古广播电台员工哦，连续反对这新的这个汉语的政策啦吼，政府嘛找着讲吼，你就是咧惹代志啦，开始逮捕镇压吼，中共就讲啊。即阵反对汉语教育，就是反政府甲颠覆政权。哇！这甲香港过去要推翻这个普通话吼，甲广东话甲消灭，啊，甲过去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阵，真正毋是要讲，是1000%是相共的吼。继续来请某某。对，都免讲到香港去，讲到咱台湾，过去就是安尼。我拄仔看你这文字吼，我感觉就有感觉的吼。包括最近咱有这个扩工的新闻嘛，吼，咱台湾扩工的新闻，甲这大家来看一下，是毋是拢共款吼？伊为这个历史开始，吼，为历史甲你开始洗你的头壳，吼，你过去你所想的你的历史感，完全就是爱甲中国共款，吼，所以过来就是语言的部分，吼，你甲看，你讲啊，这个蒙古吼，中国因伫咧内蒙古要。叫因伫咧小学开始爱用汉语来教学，来看咱台湾，吼，咱台湾过去咧，吼，这个中华民国啊，未来到咱台湾进前，咱台湾人是用什么语言，吼来生活、来学习，吼来研究一寡专门的这个学问。
当然是用咱台语。哦，但是中华民国来了后咧，你甲看卖咧，完全都甲伊并下去，是，唔准你用，吼，唔准你讲台湾话，唔准你讲其他的语言。吼，过来就是一战一战，吼，咱的真侪观众朋友拢有即款的经验嘛，吼。以前咧小学的时阵，你一讲即个台湾话，你一讲客话，吼，你喙度吼含起来，吼，发青挂高白啊，这是大家拢有即个经验啦，吼。所以讲，拄则即个宝华大哥伊嘛有讲着，吼，讲即个语言呢，伊要甲你消灭三代，是，吼，三代就会当甲你规个人，吼，规个种族，规个甲你换掉。吼，咱台湾即马就是已经来到第三代啊。是。所以讲，咱台湾即马的情形已经毋是讲小一开始要学安尼尔哦，是恁兜的阿公阿嬷都已经互洗做华语脑啊。是。所以讲，咱台湾其实是非常的危险。吼，咱若讲无继续来即个拍拼来，甲咱的母语搁甲切转来，甲咱的母语喙齿甲添起哩。吼，咱真正就亲像宝华大哥所讲的三代。都消灭去啊！消灭去啊！你就是甲中国人完全就是拢共款。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喙齿，咱真正是真正拼性命要甲天长啊，但是吼，这个真侪阻碍伫咧啦吼。咱嘛看到讲，自台湾的咧，咱看到这雷蒙古啦吼，咱其实嘛看到讲，中国也有真侪这个少数这个族群吼，其实拢受到这个压迫。咱煞来要来看讲吼，这个 Disney 吼出这个动画啦吼，这个花木兰其实这一出吼，但是咱看到讲尾手伊感谢的是这个中共。宣传部嘛引发着争议，咱先做来看。这是迪士尼开2亿美金，本来定今年3月世界首映，却因为疫情延后的电影《花木兰》，在电影最后的感谢名单出现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加吐鲁番市公安局等8个新疆政府单位。发行社报道，就伫大家关心好莱坞克服伫咧中国严格审查制度了。花木兰这个特别感谢引起新一波的不满。We realize how this new Disney movie also give the special thanks to the Xinjiang government who set up the re-education camp. 花木兰拍片地点新疆，正是几多年来和国际社会批评，涉及侵害维族人权的在教育营所在地。华盛顿邮报记者石虎伫专栏内面讲。迪士尼感谢新疆公安局，也个另外4个政治宣传部门。而这个所在正是发生全世界当前上关心的人权侵害事件。也就是讲，迪士尼感谢的是一个新疆实践种族灭绝的政府机关。电影《花木兰》涉新疆的问题吗？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为了预防性反恐。发行社报道讲，今年8月，反审查组织 PEN America 一份报告就讲，编剧这片导演定定修改剧本，删除一寡场景甲内容，以片面去触犯中国的审查权。也就是讲，包括西藏、台湾、香港这寡政治敏感的话题，全部拢未去讲到。有一位住伫咧澳洲的中国籍政治漫画家巴迪考讲。迪士尼根本就是双重标准，因关心西方社会议题，譬如讲 Me Too， 黑人的命也是命，不过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当作无看的。记者综合报道。消灭你的语言，然后消灭你的这个人权，然后拢是中共政府在做。即阵咱嘛看到这个 Disney 哈，为着要这个市场，然后感谢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部嘛，感谢新疆等等这公安团体啊，是讲部门，然后老师你安怎看咧？美国的迪士尼亲中吼，这毋是新闻啊。OK， 因为中国最近这10几年、20年，伊的钱太济。啊，中国即马嘛是伊家己有做者，即个安尼讲啦吼，全世界迄个咱讲box office 吼，迄个票房啦吼，票房全世界上济都当然是美国啦，啊第2就是中国啦吼，这是目前的即个行情嘛。所以美国人嘛是想要讲家己电影送去中国演啊，所以像那花木兰会翕这个片，就是因为因想要用这个片去中国趁钱嘛。是啊，所以毋过这个新疆的问题吼，我安尼讲啦吼，其实我比较较介意去叫伊维吾尔啦，维吾尔，因为
新疆这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人画的嘛，因为新疆这咱看两个汉字就是新的港土的意思嘛，所以唔过历史上伊是维吾尔嘛，咱也是我想做一台湾人听过贵族语的故事嘛，贵族语迄阵有甲迄个有一种人叫回纥人，贵族语甲回纥人联合去有啊去消灭这个安禄山啊。回纥人其实就是维吾尔，就是维吾尔。哦，汉语的回纥连起来就是维吾尔嘛。所以维吾尔其实，咱讲维吾尔族啦哈，维吾尔因住伫迄个所在吼，上千年啊啦，哦，至少上千年以上。啊，我第十几年前去20几年前去过新疆啦哈。我得到一个数字啦。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进前。新疆90%几拢是维吾尔的人，另外佫有差不多5%啊、6%的迄个回人，汉人之少，汉人无到5%，你各位观众要要看的，即马2020年，新疆的汉人占偌济比例？超过50%，即马50%，即马迄个新疆吼，新疆上济人口是汉人的，你莫叫伊讲维吾尔，佫是多数民族，毋是？伫新疆吼，汉人其实才是第一大的民族。有影，中共拢是用这种步数，拢是用这种步数。香港嘛是共款吼，嘛是杀这个吼中国人来去到这香港这个边啊这个所在，西藏嘛是共款。体步相共的。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咱讲内蒙古自治区嘛是共款。伊讲有28号文件这个部分，就是讲我豆豆送人吼，无计划这移民豆豆送入去，哇。共产党事实上是利用这种政策吼，就是甲你非得汉人出济嘛，你汉人10几亿嘛，所以伊别个无人上济，所以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把这个汉人送入去少数民族的所在，了变做第一大的民族啊，了你规个所在就只好汉化，这是因的一贯的政策，所以。我伫20几年前，我去新疆的时阵吼，我有甲一个维吾尔的囡仔，因为我看囡仔嘛，因为你知影，其实新疆足紧张啦，因为新疆的迄个维吾尔吼，因无啥愿意甲这个外口的人吼，外口来接触，不管你是观光客，还是你是记者，伊无想要甲你接触，因为危险嘛。伊讲到什么话，无的确就官方就知影，就起来。结果毋过我有去甲一个囡仔开讲，当然是用汉语啦，用汉语。因为迄个囡仔伫学校会读汉语嘛，结果迄个囡仔用汉语甲我回答讲，因学校的老师，就甲这个伫教册时，就甲所有的囡仔讲，恁这个维吾尔迄个语言，恁这是真低级的语言呐，汉语这是高级的语言呐。了，恁维吾尔的人拢信伊斯兰嘛，回教嘛，迄个宗教嘛是低级的物件，恁都爱信共产党。这个囡仔直接甲我安尼讲的，你爱知影讲吼，咱拄仔你讲到讲，最近这几年吼，咱定定听到讲新疆有迄个再教育营嘛，事实上这个状况，当然我知影讲最近这几年是较恶化啦吼，因为习近平。统治了，伊的政策就是准硬斗的。不过你也知影讲，这毋是讲即摆才开始的。20几年前我去新疆的时，这个其实大部分的政策拢已经开始咧杀啊。教授安尼讲，真正使人惊吓，然后就是讲过去咱这个历史，真正是头拄我讲的10%，真正是相共啦吼。咱头拄也讲到，咱伫咧这个语言的这个使用啦吼，也是讲这个文化这个认同上，拢真正互切断一。带去啦吼，新疆也好，也是讲咱的语言就是吼，互拍就是较低级的吼，北京话这是正统，汉语这是正统，台语嘛是安尼啦吼。但是咱讲这回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实在是真长，但是咱要有手术的过程，伫咧国校已经开始咧杀这本土语言，但是国中、高中吼，因为这个国家语言法，咱有着真侪规定吼，也是讲真正要来复振的这个过程，但是都有人举手讲反对啊吼，这个反对的声音是啥？咱先做伙来看。
高中生对老师学台语，照教育部即阵初步的规划，本土语言伫咧国中和国校啊，逐礼拜拢爱有一节必修课。不过教育部伫咧8月中召开课程审议会，传出国中组的老师否决国中7年啊到9年啊，一礼拜上一节本土语言课的提案。确实是经过立法院审议，总统公布的法律哦。那我想这个法律在我们包含相关，因为已经有明定到这部分了，那确实会依法来做执行。遵照国家教育研究院拟定的总纲草案来看，111学年度开始，国小、国中逐礼拜拢爱有一节本土语言的必修课，高中是3年内爱修2学分。本土语言课的选择包括台语、客家语、原住民语、手语和马祖使用的白淡语。最近，中国伫咧内蒙古实行双语政策，强化汉语的教学，让这蒙古族的族人非常不满。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系主任柯慧茹就讲，这阵蒙古的案例对台湾电竞母语有重要的警示。本土语言就是咧学校长军的，所以一定爱踮咧学校吼，加以加强。为这个例，咱就会知影讲，语言对一个族群、对一个民族是偌重要，所以。若是想要消灭这个文化，伊就为语言开始啊，为蒙古咱看嘛是安尼。一礼拜一节的本土语言课要复真台语，同意和反对的声音拢有。对照内蒙古族人做伙共心抗议，保存母语。课程审议委员会所来的讨论，敢会有新的发展，就要等9月20日因过开会才通知影。记者阿敏珍、谢桂林台北报道。是啦，要甲你长紧吼，就自语言开始啦。咱继续搁请教宝华大哥。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少数民族啊，既要消灭它，又要利用它。OK， 其实从中国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花木兰那个可汗大点兵，肯定就是少数民族了。但是你在叶飞的《满江红》一直壮士饥餐胡虏肉，又把他们当敌人。所以我就记得2014年呢，习近平当国家主席1年以后，他就去访问过蒙古。OK， 这点大家有些人根本就忘掉了。他在那个乌兰巴托就是首都，乌兰巴托就是现在。老的名字叫库伦呐，是台湾台北一个库伦街吧。他就将成吉思汗的雕像鞠躬，结果被中国的网友啊骂得要死。说这个因为你中国人怎么可以，汉族怎么可以向少数民族鞠躬 ？OK， 所以后来习近平那个就中国的党媒就解释，并不是鞠躬，这是去跟成吉思汗点头。考点这类的好玩的哈，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如果按照我讲法，现在习近平现在在涂抹的是一个蒙古国，不光是一个内蒙的这个少数民族，因为如果蒙古国进到被中国吞并以后，就成吉思汗就变成是中国人，甚至是变成汉人。OK， 那么这个成吉思汗当时不是欧亚大陆给他扫荡嘛？那这个所有的领土都是中国历史上。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OK， 那中国这个习近平的扩张，建了中华帝国，就有个理论跟 OK， 所以咱看到这个习近平这个野心实在真大了哈。这个一个点头，拢有真侪这个改图的这个方式啦哈。就是讲吼，过去这个咱讲这个蒙古吼打天下，这个欧洲、欧亚这个大陆吼，即阵拢会当变做是我中国所拍起来这个历史啦哈。不过咱讲讲到这个语言这个部分啊，头都有讲到这个国中高中吼一礼拜一节课啦吼，其实咱讲这个学校教育，唔是母语本地要推崇所在，母语本来是出于爸爸妈妈甲你讲的，但是就是过去国语政策，害你这个母语吼断层断甲遐尔严重啊！但是即阵咱要复振，为国校开始，国中、高中来去加强，但是有人就反对，这比这个政策更加恐怖。对，无毋对，咱的本土语言的这个长进吼，就是为学校开始无毋对吼。其实应该来讲吼，一个国家是讲一个民族，你就是用你的本土的语言做任何的代志。你厝内面嘛讲，你咧社会顶悬嘛安尼讲，你咧学校嘛是用这个你的本土语言来教所有的这个学文。但是咱知影讲，咱台湾起码都毋是安尼嘛吼。咱知影讲最近的伫这个教育部吼，因为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呢，明明都有写甲真清楚，就是咱啊国中。高中都是爱有一礼拜才1点真久尔呢，佫无1点钟45分钟哦，45分钟咧扣掉休困吼，45分钟的课安尼嘛无爱好加，所以你就会当知影讲，这个
国民党吼当初是咧咱台湾所谓的国语政策有原赢成功，吼拢免政府过来用什么政策来讲，咱家己抬掉，家己的喙齿，就心扎家己的喙齿夹掉，吼，所以讲这个问题即摆是非常的严重啦，吼。啊，咱来看这回这个蒙古的代志，咱嘛会当来思考看卖咧，吼，就是讲政策这个物件是非常的重要，你要断人的语言的根，因是透过政策，是，因政策的力量是上大，因政策要来甲你断根。咱看到中国是安尼，过去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嘛是安尼。这回咧蒙古因要用共款用政策要甲因的语言救回来，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即马就是咱嘛是爱要求吼，咱的政府吼，就是讲咱即马做出来咱台湾的这个本土语言的政策到底是做到倒位？吼，咱刚才看到讲即马有杀一个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出来啊。啊，其他的咧，吼，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伊只是一个原则尔。你一个原则，你若无人去甲推杀，你无一寡明确的一寡政策来推杀，咱的本土语言哪有可能救会起来？好，所以讲我嘛希望讲，咱若所有的观众朋友吼，会当斗阵吼来这个要求咱的政府，唔通敢若囥一个法伫遐，吼，敢若有法咱就要咱的通过啊过关啊，嘿，咱的本土语言就家己挖起来嘛，当然嘛袂嘛，吼，你就是爱有一寡政策，慢慢啊一站一站，吼来甲伊推杀起来。啊，当然呢，嘛爱靠咱所有的这个台湾人爱有这个意识，吼，语言就唔是干那沟通尔。语言若有通，心就会通。我相信呢，即句话呢，中国嘛已经证明，互咱大家看，所以伊才要甲人的这个喙齿挂掉，伊才要甲人的根断掉嘛，就是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过去这个，咱讲语言是一种业绩吼，豆豆粒照，这个语言会当完成吼，书写系统嘛是共款吼。咱讲吼，这个台文字的书写其实建立真正无简单啦吼。但是即阵咱嘛看到讲，这个过去。这个语言政策的这个围堵吼，这毒害也阁真深啦吼，咱嘛先做伙来看。这个国民政府推出着国语政策，才这个影响。日本时代迄当阵哦是引进这个西方的这个现代教育吼，台湾学校差不多是用这个台语来学习数学甲这个科学这个这个知识吼。但是咱嘛讲到日本时代，其实尾首嘛是爱讲到日本话啦吼，嘛受这个殖民统治的这个因素伫咧。另外咱讲到伫咧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了后，伫咧1951年7月7日下令各级吼用到这个国语来教学吼，来禁止着这个方言吼，教师甲学生之间这个讲话嘛必须要用到国语啦。迄当阵其实要杀国语有真侪种这个政策啦吼，有的人是用这个方言来去学这个国语，就是咱讲的这个北京语啦吼。咱看到这个长老，咱过去这个过身的这个钟兆正，伊讲哦，伊较早咧学国语的时阵，拢是真侪这半山吼，就是这个咱讲这个登山有去遐这个食过咸水的人吼。去遐读册，就介意这个国语啦吼，啊有的是吼用到咱讲的这个台语去学这个华语啦吼，学这个国语啦吼。其实在政策上这个转变吼，就是咱若是有兴趣的继续去看。但是咱要讲的这个影响，就是讲华语已经变作是这个主流的语言啦吼，啊其实台语就亲像吼拍破这个吼变甲真假吼污名化啦吼，啊嘛造成台语吼。对社会来讲，真正是这个负面的这个刻板印象吼，啊嘛欠缺着这个环境本土语言无发展出，会当吼描述着这个新科技啊，还是讲这个新概念的这个思维啦吼，女少年的这个台湾人本土语言是哪来哪歹？咱继续来请教萌萌。就我想要补充一下吼，因为咱只看到讲啊，这个台语长期去用污名化嘛，对无吼？就亲像咱拄仔教授嘛有讲到吼，伫咧中国的一寡所谓的这个新疆啦吼，少数民族的所在，伊嘛是互人安尼来对待啦吼。所以讲我感觉咱台语长期去用污名化，这个问题呢吼。咱嘛要求政府爱处理一下，这算讲是语言的转型正义，吼，因为有真侪人到即阵，吼，这个台语是一个加赞的语言，这款的心情也藏伫因的心肝内、头壳内，这洗拢洗袂起来，吼，这是对咱台语真大一个伤害，所以讲咱嘛。期待吼，政府会当对咱的这个本土语言的这个转型正义爱做好势，爱开始做，吼，这是非常严重的代志。过来就是讲，咱知影讲，国民党因迄阵呢咧推行所谓的国语政策的时阵呢，伊是有一个委员会咧处理的，吼，所以讲咱即马若是真正要甲咱台湾的本土语言救回来。咱是毋是嘛爱有一个委员会？欠一个台语委员会。对，咱是毋是需要一个委员会来处理即寡代志？啊，无咱看到讲，前一阵仔连咱的中央政府，吼，中央政府咧
在出一寡这个面册顶悬的写字的时阵，嘛拢学袂写。这个编辑拢是火青文，酷写安尼啦吼。对，所以讲其实这真侪工课拢是足有路的。你若是讲一个文化部无法度处理的话，是毋是咱嘛爱有一个委员会？ OK， 或者是大家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啦，吼，唔通讲咱一直讲要恢复咱的本土语言，结果啥物拢无，或者是要做歹做尔。就是讲这个台语吼，这个福建的这个工课实在真济，但是袂忝头，只要你有心来去做。尤其咱讲吼，这个国家语言法已经有互咱发的这个原则的基础，但是买手这个更较济有路的物件，安怎一个摊起，这嘛是一种劣质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安尼看起来蒙古族甲咱真正这个过去这个国语政策是相像啊相像吼。即阵吼台语也好，还是讲其他咱讲咱其他的这个母语也好，台湾的母语也好。 安怎来吼？看到这个蒙古族这个启示，互咱这母语工作者吼有一寡愿望咧。是，咱常常讲台湾有4大族群嘛，吼，当然上大是河洛族嘛，吼，河洛人啊，客人，外省人啊，因为基本应该叫外省人啦，伊是中国来的这个移民啦，吼，啊了就是这个原住民嘛，吼，当然。 我当然是支持讲，母语是最重要的，吼，像拄啊宝华老师讲的，你若一代两代无用，3代，第3代就不要讲啊，迄语言都无去啊。这是文化种物件，文化种物件是无悬价，伊事实上是一种传统啦。啊，你若无去甲支持，哦，无去甲保守。